大家好，歡迎收聽 ADHD 腦袋看世界 Podcast。我係阿 Mike，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啦，點樣分辨喺社交媒體嘅用戶分享關於 ADHD 啦、ASD 或者係一啲嘅神經多樣化內容嘅，無論係影片又或者係貼文，佢嘅準確性、準確程度。唔知大家係從咩渠道去接收關於 ADHD 或者係上述嘅資訊呢？究竟係一啲傳統嘅媒體，例如好似係報紙、電視、廣播，定係只係喺社交媒體聽某位嘅 KOL 過來人去分享佢嘅資訊啦？當你哋接收呢啲嘅資訊嘅時候你哋係會照單全收啊，定係會 fact check 啦？咁今日就會透過一個嘅調查報告同大家講下。呢份嚟自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喺今年3月發表嘅一份報告啦，就社交媒體上提供 ADHD 同埋 ASD 嘅資訊啦，準確度進行咗研究。咁研究就發現啦，社交媒體上喺虛假信息傳播率都大約係高達56%，顯示咗即使資訊信息唔係咁準確，但係只要視頻內容夠吸睛都能夠喺網絡上迅速咁傳播。咁而喺多個嘅社交媒體平台上當中TikTok 提供嘅 ADHD 同埋自閉症嘅貼文內容有相當嘅一部分係有誤導性。今次研究團隊分別喺 YouTube、TikTok、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X 等多個平台上分析咗超過5000條關於心理健康話題嘅社交媒體貼文，講嘅內容包括有自閉症、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思覺失調症、躁鬱症、抑鬱症、飲食失調、強迫症、焦慮症同埋驚恐症。發現TikTok 用戶喺 TikTok 平台上所發表嘅心理健康內容貼文佢哋嘅資訊唔準確嘅程度，又或者係未經證實同驗證嘅比例比起其他嘅社交媒體所發表嘅同類型題材為高。研究報告顯示喺 TikTok 平台上有52%嘅 ADHD 相關影片嘅資訊係唔準確，咁自閉症相關影片裏面有41%係唔準確，而YouTube 嘅資訊平均嘅錯誤信息大約係佔22%， Facebook 佔比係低於1/5。呢個研究報告嘅負責人就話錯誤信息唔只會令人對嚴重疾病產生誤解，將正常嘅行為病理化，仲會延誤真正有需要幫助嘅人得到診斷，咁令到當事人未能夠得到適當嘅治療，最終令病情惡化。咁另外傳播錯誤嘅觀念會加劇咗社會嘅歧視，令到有需要嘅人係唔願意尋求支援。研究又發現相關嘅專業人士喺創作呢啲內容嘅時候會更加準確咁，但係佢哋講關於心理健康內容嘅聲音其實喺呢啲平台只係佔好少部分嘅啫。咁負責呢個報告嘅 Carter 博士就話佢話以 TikTok 平台為例講嘅 ADHD 內容專業人士嘅影片只係有3%係有錯誤嘅信息，但係非專業人士嘅影片佢哋高達55%係含有錯誤嘅信息。佢話雖然有唔少 ADHD 內容嘅提供者都有親身嘅經歷，咁而且可以發揮重要嘅作用，因為佢哋所經歷嘅故事令大眾對 ADHD 有更多嘅理解，同埋提高大眾對心理健康嘅認知。但係同時亦必須確保要有嚟自有臨床經驗嘅醫生同埋可信賴機構嘅準確同埋有實證基礎嘅資訊喺平台上出現，咁先能夠俾網民容易咁去睇到。TikTok 嘅演算法以快速吸睛嘅內容推送俾用戶，咁如果用戶對某啲嘅主題表示感到興趣嘅話TikTok 就會推送大量嘅類似嘅貼文，咁形成一個強大嘅回音室效應。不過呢啲嘅吸睛嘅內容好多時都係一啲比較誇張甚至係有啲虛假成分嘅。咁所以研究團隊就呼籲啲社交平台需要去改進內容嗰個制度嘅審核，亦都制定評估網上心理健康資料資訊嘅標準，同埋就虛假嘅資訊提出一啲更清晰嘅指引。
咁樣咧，點先至咧可以做一個擁有精明 ADHD 腦袋嘅用戶呢？首先啦，如果要睇到一啲嘅過於簡單嘅清單式或者口號式嘅影片或者貼文，咁保持啦一個嘅懷疑嘅心態，先打個問號，去睇下咧呢啲影片嘅創作者係邊個啦，佢嘅背景係點樣嘅，有冇相關嘅專業知識，又或者佢分享嘅內容咧有冇科學根據，又或者咧其實可能佢嘅內容咧嚟自邊一度咧都好緊要嘅。咁定係只係咧，其實只係一啲嘅網紅啦，佢純粹係分享個人經驗。ADHD 診斷本身係非常複雜，同埋需要詳盡嘅臨床評估過程。咁唔係只係睇30秒嘅短片視頻啦就可以確診。所以你如果懷疑自己咧有 ADHD 啦，睇社交媒體咧只係個開始。咁但係咧一定咧需要咧揾專業人士，例如係精神科醫生咯，心理學家去尋求專業評估同埋治療同埋協助。首先咧，我喺度講咧，就我哋 Let's Talk ADHD 咧，我就唔係好賣廣告咁，但係咧，我想講講咧，就好似我哋即係你哋而家聽緊呢一個啦，Let's Talk ADHD 嘅平台咧，其實我哋有自己嘅官網啦，我哋有 Facebook 啦、IG 同埋 Threads 嘅平台，咁而且我哋本身有一班即係專業嘅顧問啦，可以問下一啲關於即係 ADHD 嘅內容啦。同埋我哋咧同唔同嘅專業單位合作，咁以一個嚴謹嘅態度咧，將準確嘅資訊咧俾大家。咁呢個咧一直都係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宗旨。即使咧你哋聽 Let's Talk ADHD 嘅資訊啦，亦都唔係淨係只聽我哋嘅，可以咧聽下其他一啲官方認可機構啦，或者係一啲比較有專業人士去 back up 嘅一啲嘅資訊啦。大家咧都可以聽下 cross track 啦，可以聽下大家嘅唔同嘅資訊內容。咁然之後咧，再可以咧問下專業人士嘅意見。好啦，講咗咁耐咧，我都想睇下咧，其實大家會唔會可以分享下咧？有冇睇過一啲咧關於 ADHD 影片係你覺得好離譜，就喺一個社交平台度？咁可以下面咧留言俾我哋啦。你哋嘅留言咧我都會睇嘅。好啦，今集咧先講到呢度，歡迎咧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 啦 ，subscribe 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Threads。以後咧，如果有啲係新聞資訊性比較重、比較貼緊呢個嘅世界時事嘅內容咧，我都會咧放喺 podcast 上面咧同大家傾下嘅。好啦，今集嘅 podcast 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次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內容。